帶大家睇下客家擂茶。其實叫擂茶就不是因為這個動作，係咪就這動作？對。這就是茶葉。不是，很多種，那個有8、9種。就是山裡面的植物。對，山裡面的植物採出來。嗯。那擂。哦。慢慢磨，慢慢磨。慢慢磨。對。然後等一下要把它煮出來，是吧？對，等下跟水沖。哦。氣風啊，那熟了啊，其他都可以的。哦。吃下去。我還是第一次看擂茶怎麼做。啊，睇啲擂茶裏邊有好多原料嘅，大家知道嘅薄荷葉啦、艾草啦、呢啲香菜啦，客家人嘅看門嘅湯。而家加呢個有乜嘢啊？花生嚟。哦，花生，咁咪香啦。香。呢熱嘛，熱呢啲嗰啲中草藥要涼啊嘛，就和咗就唔會熱又唔會嗰啲咯。哦，啱啱嗰啲係寒嘅，依家啲就俾翻啲溫性佢。溫性嘅係。唔使煮啦，要煮下佢。哦，加水煮。加水。擂好的材料就再加點熱水。加點熱水，然後再煮開。哦，還要煮開。呢張凳仔真係擂茶專用啊！哇，呢個食擂茶仲有配菜嘅，你哋知唔知呢個係乜嘢啊？炒米。呢個舊時啊，始於1876年。建屋嘅1876年。啊，1876年起嘅擂茶嚟啦。嚟啦。客家人係咪家家戶都識做呢隻啊？係啊，成村都係。好香。佢唔係話嗰種好強烈嘅中草藥嘅味，而係俾啲花生啲香味咧，同啲中草藥融合喺一齊。佢又唔係話甜，又唔係話鹹，好和味嗰種。好飲咯。我都係第一次嚟飲，都好中意飲。呢個擂茶咧，佢唔係話淨係，其實佢體現好多我哋嘅呢啲智慧嘅，有寒性嘅嘢啦，有啲溫性嘅嘢啦。係啦係啦。仲可以配少少嘅小菜，呢啲鹹菜、酸蘿蔔，值得一試啊！係啦，有啲叫我叔公泰咯。哦，背脊大啊！係啊，我哋要夾落泰菌要翻嚟泰屋啊嘛，冇辦法。我老豆細，我啲細就留到呢度，冇走到。啊！我啲全部到美國啊、加拿大過咗去做華僑去啦，華僑啦。我帶大家睇一個紫荊好獨具特色嘅客家建築。聽講啊，30年用咗30年嘅時間先起好咗呢個樓嘅德仙樓。聽講仲係我哋嘅紫荊首富鍾先生嘅物業啊，參觀下。清朝末年就有㗎啦，呢度睇呢個好大嗰個六字。福建有永定嘅土樓啦，客家都有好多遺屋，呢個算係一個比較特別嘅遺屋。其實我哋而家企呢個位置啊，呢度一共係5層樓㗎，我哋而家企呢個位置大概係3層到4層嘅位置啦。你喺呢度，矮希客家宴。